好多人擔心傷口發炎，卻未必察覺體內可能燒緊一把無形之火——慢性低度炎症。佢唔會令你痛或紅腫，但係會悄悄增加肥胖、糖尿病同心血管病風險。而呢把火咁大小咧，正正取決於你每日食乜嘢。如果你成日覺得攰啊、關節唔舒服或者血糖血壓慢慢升，唔好淨係歸咎年紀，好可能係慢性炎症嘅背後作怪啊！佢似一把熄唔滅嘅小火苗，日夜燒緊。而你嘅飲食就係決定加柴定降溫嘅關鍵。點樣分辨食物係助燃定滅火？可以參考膳食炎症指數呢個工具，根據食物成分對炎症指標嘅影響評分，分數越偏負值，抗炎能力越強；越偏正值就越易促炎。例如 Omega-3、花青素等成分就係幫身體熄火嘅好幫手。邊10種食物最有效？包括三文魚、燕麥、西蘭花、藍莓、核桃、菠菜、豆腐、橄欖油、大蒜同綠茶。佢哋富含抗炎營養，例如三文魚有 Omega-3，藍莓有花青素，橄欖油有健康脂肪。食法建議清淡為主，如清蒸、快炒或者涼拌。但係要記住，單靠加抗炎嘅食物唔夠，仲要減少紅肉、加工食品、高糖同油炸嘅呢啲高 DII 食物咧，先能真正控制炎症。從今日起試下每餐加一樣抗炎食材，幾粒核桃、一杯綠茶或一把菠菜，透過每日微小改變，逐步熄滅體內嗰把無形之火。健康就係靠呢啲日常選擇累積而嚟。